歡迎大家嚟到張學友嘅60+演唱會第271場。亦都係我哋好開心嚇，可以再次翻嚟大馬呢度同大家見面嚇。今日咧係我哋嘅本週嘅最後一場啦，即係第3場。咁好多朋友有朋友琴日嚟睇過㗎。咁新鮮。不過咁啊。如果你係琴日嚟睇過嘅朋友咧嚇，咁咧就知道我其實琴日咧就有少少唔舒服嘅喉嚨嚇。但係都好彩啦，好彩順利咁完成咗。其實咧我翻去研究過點解啊。其實咧因為我前一晚瞓唔着啊。點解前一晚瞓唔着咧？因為有前一晚啊嘛。前一晚就係第一次嚟到大馬係嘛？咁我一出嚟嘅時候就已經聽到哇！就係咁啊，就係咁樣啊。咁我成晚好興奮啊嘛。咁成晚好興奮咁唱，哇！唱得好開心啊。咁唱得好開心，夜晚瞓唔着，瞓極都瞓唔着。搞咗成晚咁啊。琴日咧。所以琴日唱嘅時候，我懷疑啊嚇，唔知係咪真嘅，不過我懷疑我自己係因為瞓唔着啦，所以個聲咧就有啲疲倦咁樣嚇。咁咧今日咧即係琴晚啦，琴晚完咗 show 之後，我就喺度研究過，琴晚點都要瞓嘅。就今日算瞓得好啲啊。今日亦都咧就覺得我自己嘅狀態咧都翻咗嚟㗎啦。所以琴晚嘅朋友唔好意思啊，希望你哋覺得睇咗一場特別嘅演唱會嚇，少特別啫，亦都問過啲朋友，佢哋話都聽唔出嘅咁樣。係啊，同我講咗話姜係越老越辣㗎嘛，係咪？我都算係一塊老姜嚟嘅。所以咧都勉強將琴日演唱會做完。今日咧希望可以用最圓滿嘅狀態、最愉快嘅心情去為大家帶嚟今晚嘅演唱會嚇。喺度多謝大家嘅光臨，多謝晒你哋，thank you。好啦，喺同大家傾偈之前咧，我其實傾咗一陣㗎啦。繼續傾偈之前咧，容許我借大家少少時間嚇，就去介紹頭先為大家表演非常精彩嘅弦樂四重奏嘅位老師，可以嗎？可以。好 ，thank you。容許我用國語去介紹佢哋啊，因為廣東話咧我講唔到嘅。唔係話我廣東話渣，係因為我叫咗佢哋國語，我翻譯唔到廣東話。有啲我直情係唔識翻譯添啊！容許我用國語啦嗎？陸凱源老師、李木林老師，後面呢是景雲老師、李世奇老師。喺我身邊嘅咧係頭先為大家講琴獨奏，亦都係為我伴奏，亦都係我哋今次演唱會嘅音樂總監吳慶文老師。好啦，既然今晚大家嚟到啦，就應該盡情咁去享受今晚嘅演唱會嚇。用你自己嘅方式，如果喜歡嗌嘅朋友，嗌一次俾我聽下嚟。好彩啫，好彩我聽晚唔使唱啫。如果你咁嗌完，應該係好興奮咁，依家翻到又瞓唔着。當然會放心下，大馬朋友放心下。呢個咧，你哋就係冠軍㗎啦嚇。因為都要總結㗎嘛，係咪啊？因為喺過去嘅40年，其實我唱歌唱咗40年㗎。喺過去40年咧，我每一次落去大馬咧，無論我後生嗰陣時啦，
即係到今日咧，每一次嚟到大馬咧，大馬觀眾咧嘅熱情咧，從來冇減退過㗎嚇。喺度多謝晒你哋，真心多謝晒大馬嘅朋友，thank you，多謝晒你哋。當然啦，據我所知咧，大馬朋友係好中意唱歌嘅，你哋中唔中意唱歌㗎？我嚟試一試好嗎？我的心真的受傷了。喺大馬有一樣好處嚇，咁我唱國語嘅時候，你哋又好似識咁樣。咁我唱廣東話自然冇問題啦。咁所以喺呢度咧，我中意有陣時即係撚兩句英文，大家又覺得冇乜所謂咁。所以喺呢度咧，起碼有一個叫做語言自由啊。雖然我唔識講馬來話嚇，做啲咩事？係咪咁講啊？係咪即係歡迎你嘅意思啊？定係話多謝啊？多謝啊！做啲咩事？好啦，咁喺琴晚同埋前晚咧，我哋都有合唱嘅。咁今晚唔知大家想唔想合唱啦？想唔想唱先？因為呢個係一個另外嘅環節嚟嘅。其實我呢個冇同我哋嘅音樂總監吳慶龍老師咧夾過嘅。咁琴晚之前一晚咧，我哋唱咗只有情景在。琴晚我哋唱咗相思風雨中。咁我哋剩翻咧就冇幾多歌嘅。合唱歌冇幾多隻嘅啫嚇。咁我練過嘅咧，跟住落嚟呢隻咧就係國語嚟嘅。頭先我哋試過一次國語啦。呢隻叫做你最珍貴，你識唔識啊？我只可以同我一齊唱啊！明年这个世界，约在这个地点。动情时刻最美，真心的给不回。太多的爱耗费，每人的爱在每个人也会憔悴。我会送你红色玫瑰。离别那一瞬眼泪相对，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，梦才会真一点。我随着彩虹海里沉醉，我不撤退。我愿意这条情路相守相随，你最珍贵。